大家好，我係 Vicky。下個月就係美國250周年嘅生日啦。作為美國人，係非常值得高興嘅事情。加上我哋國家嘅領袖決定將美國重新奉獻俾上帝，作為上帝嘅子民，我更加嘅興奮同埋感恩，可以讓我喺有生之年見證呢個屬靈嘅大復興。但同時，我都睇到好多人喺度討論美國250周年嘅重獻活動，都睇到唔少關於基督教國家主義、關於政治、信仰同國家嘅爭論。但係今日我想分享嘅唔係政治，而係上帝，唔係某個政黨，而係神喺歷史中嘅作為。我哋一齊嚟睇下聖經，神常常透過領袖呼召成個國家回轉歸向佢。我哋睇下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重新同神立約。摩西落到山後，睇見百姓轉向拜金牛犢，憂傷咁樣為佢哋去代求。佢甚至同神話：倘若你肯赦免佢哋嘅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嘅冊上塗抹我嘅名。之後，摩西帶領百姓認罪，百姓除去偶像，摩西再次上山代求。結果，神冇滅絕以色列人，神重新頒布咗律法，百姓重新同神立約，神嘅同在繼續喺以色列百姓同行。呢個係聖經中第一次大型嘅全民悔改同埋重新立約。我哋又睇下約書亞帶領全國更新聖約。約書亞年紀老邁嘅時候，佢知道自己即將離世，就招聚咗長老、族長、審判官，並且長官前來。約書亞回顧神如何帶領亞伯拉罕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帶領佢哋進入迦南，提醒佢哋唔好忘記神嘅恩典。最後發出著名嘅呼召：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結果百姓一致嘅回應：我哋必侍奉耶和華我哋嘅神，聽從佢嘅話。於是全國重新立約，約書亞都立石為記，提醒後代永遠咁紀念神。我哋又睇下撒母耳帶領全國係點樣悔改嘅。士師時代嘅末期，以色列長期咁陷入偶像嘅崇拜，百姓一面敬拜耶和華，一面敬拜巴力同亞斯他錄，因此好多次被非利士人欺壓。撒母耳向全國宣告：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將外邦嘅神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之後百姓開始除掉偶像、禁食、認罪、禱告、尋求神。佢哋招聚喺米斯巴，公開咁承認自己嘅罪。結果當非利士人趁機進攻嘅時候，神就親自打雷驚亂敵軍，以色列人大獲全勝。米斯巴成為全國屬靈復興嘅重要地點。我哋又睇下大衛點樣去帶領國家回轉敬拜神。掃羅王晚年遠離神，約櫃長期咁樣被忽略。以色列雖然有宗教嘅形式，但係失去咗神同在嘅中心。大衛登基之後，首先諗到嘅唔係擴張疆土，而係恢復神嘅同在。佢迎回約櫃，喺耶路撒冷建立敬拜中心，設立利未人敬拜團隊，晝夜敬拜讚美神，並且撰寫咗大量嘅詩篇。當約櫃進城嗰時，大衛甚至喺神面前歡喜跳舞。結果全國敬拜被恢復，耶路撒冷成為敬拜嘅中心。大衛王朝都因此被稱為合神心意嘅國度。我哋再睇下所羅門獻殿同埋全國嘅奉獻。大衛一生最大嘅心願
就係為神去建造聖殿。呢項使命最終由佢嘅仔所羅門王所完成。聖殿完工咗之後，所羅門召集全國領袖同埋百姓，佢哋獻上大量嘅祭物敬拜神，禱告奉獻，將國家交託俾神。所羅門王獻上奉獻嘅禱告，結果神不但悅納咗佢哋嘅敬拜同埋奉獻，更應許將佢嘅同在、佢嘅眼目同佢嘅心放喺嗰個地方。神親自回應：這稱為我名下嘅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嘅面，轉離佢哋嘅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佢哋嘅罪，醫治佢哋嘅地。我哋再睇下亞撒王宗教改革。猶大國長期受到偶像崇拜嘅影響，屬靈嘅光景逐漸衰退。於是亞撒王決心改革，佢拆毀咗偶像祭壇，除掉咗邱壇，恢復敬拜，修築祭壇，呼召全民尋求神。先知亞撒利亞都鼓勵百姓：你哋若尋求神，就必尋見。百姓都受到咗激勵，佢哋就立約，要盡心盡性地尋求耶和華。結果神賜俾國家多年嘅平安。我哋再睇下約沙法帶領全國禁食嘅禱告。當時摩押人、亞捫人同其他聯軍大軍壓境，猶大國面臨滅國嘅危機。約沙法冇先咁樣去依靠軍事嘅力量，而係宣告我哋要全國禁食。百姓從全城聚集到耶路撒冷，王帶頭去禱告。結果神透過先知宣告：唔好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而在乎神。隔日百姓一面嘅敬拜，一面嘅前進。神使敵軍彼此攻殺，猶大不戰而勝。我哋再睇下希西家點樣帶領呢個大復興。希西家嘅爸爸亞哈斯王帶領國家遠離咗神，聖殿被關閉，偶像崇拜盛行。希西家登基之後，即刻改革。佢潔淨咗聖殿，恢復咗祭司嘅職分，重開聖殿敬拜，恢復逾越節，邀請南北國嘅百姓一齊嚟去敬拜神。好多人甚至從遙遠嘅地區前來去參加。我哋再睇下約西亞全國悔改嘅運動。約西亞作王嘅時候，國家已經長期咁樣去遠離神。修理聖殿嘅時候，人民意外嘅發現失落咗好耐嘅律法書。當約西亞聽見律法內容嘅時候，即刻撕裂佢嘅衣服，因為佢知道國家已經偏離咗神好耐啦。之後佢認罪悔改，召集全國嘅百姓，宣讀律法書，更新盟約，拆毀偶像，廢除異教嘅祭壇，結果全國經歷屬靈嘅更新。我哋再睇下尼尼微王帶領全國嘅悔改。尼尼微係亞述帝國嘅首都，以殘暴同埋邪惡聞名。神差遣咗約拿前往宣告審判。約拿只係傳講咗一句簡單嘅訊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傾覆。令人震驚嘅係，從百姓到君王都相信咗神嘅警告。尼尼微王下詔書，全國禁食，披麻蒙灰，離開惡行，尋求神嘅憐憫。結果神睇見佢哋遠離惡行，就唔將所講嘅災降於佢哋中間。呢個係聖經中最著名嘅外邦國家悔改嘅案例。我哋再睇下以斯拉同尼希米帶領全民嘅認罪。
猶太人被擄歸回之後，雖然重建咗聖殿同埋城牆，但屬靈嘅生命仍需要恢復。以斯拉同埋尼希米帶領百姓聚集，佢哋宣讀律法，解釋神嘅話，認罪悔改，禁食禱告，重新立約。百姓站立咗幾個鐘嚟去聆聽神嘅說話。之後公開承認自己嘅罪同祖先嘅罪，結果耶路撒冷經歷屬靈嘅更新，百姓重新委身於神，神嘅話再次成為國家嘅根基。當我哋仔細去睇，會發現一個公式，就係第一，領袖先被神觸摸，先自己嚟去悔改。第二就係領袖公開嘅呼召百姓，佢哋冇強迫百姓，而係宣告、教導、禱告同埋邀請。之後百姓就回應、認罪、禁食、禱告同埋同神立約。最後神就介入，去醫治嗰邊嘅地方，擊退咗仇敵，恢復敬拜，帶來平安，賜下祝福。所以從聖經總體嚟睇，我哋會發現一個共通點，就係當神嘅百姓悔改，神就開始恢復；當神嘅百姓回轉嘅時候，神就開始醫治；當神嘅百姓尋求佢嘅時候，神就開始做人做唔能夠做嘅事情。其實唔單單聖經係咁，美國嘅歷史都係咁。我哋睇下美國嘅歷史中屬靈嘅復興運動。我哋回顧美國嘅歷史，會發現美國曾經多次經歷大規模嘅屬靈醒覺。喺美國建國以前，喺1730到1740年間發生咗第一次嘅大覺醒。結果數以萬計嘅人悔改信主，教會快速嘅增長，福音派運動興起，殖民地之間產生咗共同嘅屬靈認同。好多歷史學家認為，第一次大覺醒唔單單帶嚟咗信仰嘅更新，都間接塑造咗後嚟美國建國嘅文化基礎。美國獨立之後，社會快速嘅發展。但係信仰生活再一次陷入冷淡，於是神再次興起復興，結果教會大量嘅增長，宣教運動快速嘅發展，主日學運動興起，聖經公會成立，海外宣教被推動，廢奴運動受到影響，社會改革運動興起。好多嘅宣教士正係從第二次嘅大覺醒中回應神嘅呼召。仲有就係1906年到1909年之間著名嘅洛杉磯嘅 Azusa Street 大復興。喺當時種族隔離極其嚴重嘅年代，白人、黑人、拉丁裔、亞裔能夠一齊嘅敬拜。呢個喺當時幾乎係不可思議嘅。仲有就係1970年代嘅 Jesus Movement， 大量嘅嬉皮士、年輕人、吸毒者、反文化青年都接受咗主，信主洗禮。今日我哋都期待我哋嘅國家同樣咁樣經歷如此大嘅復興嘛？而我真係好期望睇見上帝會如何嘅復興我哋呢一代。當我諗到美國250週年嘅時候，我諗到嘅係神250年嚟嘅恩典。250年前，冇人能夠保證呢個國家會存留，冇人能夠保證呢個國家會興盛。冇人能夠保證福音喺呢片土地上面如此嘅廣傳。然而神一路嘅保守，一路嘅施恩，一路嘅憐憫，
所以我相信美國250周年唔單單係紀念國家嘅生日，更係一個機會，讓我哋停落嚟去思想，神喺呢片土地上邊做咗啲乜嘢嘢，佢嘅心意又係啲乜嘢嘢呢？我知道有人對美國重憲有唔同嘅意見，有人對某啲領袖有唔同嘅睇法，有人對某些組織係有唔同嘅立場。然而，其實呢啲都唔重要，重要嘅係美國喺上帝嘅保護之下，迎來咗佢250周年嘅生日。我真係唔希望睇到神嘅百姓因為人嘅論斷而錯過咗一個值得慶祝嘅時間，錯過咗神正喺度做嘅事情。我唔希望我哋因為爭論而失去咗感恩嘅時刻。我唔希望我哋因為懷疑而停止對我哋國家嘅祝福。耶利米書29章7節裏面話：你們要為這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平安。今日不管你嚟自邊一個背景，不管你嘅政治立場如何，不管你對某一啲活動是否有唔同嘅睇法，我都想邀請你做一件事，就係一齊嚟去感謝神，感謝佢250年嚟嘅保守，感謝佢250年嚟嘅恩典，感謝佢250年嚟嘅信實。並且為神子民嘅悔改嚟去禱告，為家庭禱告，為下一代禱告，為領袖們禱告，為呢一片土地嚟去禱告，再一次將我哋嘅國家奉獻俾上帝，由佢嚟去掌管我哋嘅國家。我哋一齊嚟去禱告，主啊，求你赦免我哋，赦免我哋，因為我哋嘅軟弱得罪咗你，我哋遠離你嘅教導，被世俗同化，對你唔喜悅嘅事情無動於衷。神啊，求你醫治美國，求你憐憫美國，求神你嚟復興你嘅教會。從今日起，我哋立志喺列邦中述說你嘅榮耀，喺萬民中述說你嘅奇事，並且保護好我哋嘅孩子，唔被迷惑，唔被同化。請你幫助我哋，願我哋世世代代，你喺美國掌權，直到永遠。求你繼續喺美國興起忠心敬拜你嘅百姓，願敬拜你嘅聲音永遠不止息。願每一個移居到美國嘅人都認識你，能夠接受你嘅救恩。神啊，感謝你，讓我哋喺有生之年能夠親眼見證我哋嘅國家再一次奉獻俾你。呢位自有永有、創造萬物嘅主，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與人立約嘅神，我哋全國上下一心宣認耶穌基督係美國唯一嘅救主。感謝你喺過去250年嚟，以你嘅話語作為美國立國嘅根基，喺智慧、恩典、憐憫同埋愛中守護並引領美國。祈求你喺將來嘅250年都繼續掌權喺美國，讓呢片土地迎嚟醫治，迎嚟恢復同埋復興，保守我哋嘅兒女，同埋世世代代我哋都可以喺呢片土地上邊自由嘅嚟去敬拜你，歸榮耀俾你。
神啊，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喺我哋嘅生命，行喺我哋嘅家庭，行喺我哋嘅教會，行喺教育、藝術、娛樂、媒體、商業、軍事，行喺政府之中，如同行在天上。我哋喺禱告中承諾，喺列國中榮耀神你，喺世世代代中尋求你。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阿門。最後，我想邀請大家繼續嘅嚟為美國禱告，直到上帝將復興嘅火燒遍整個美國。以西結書22章30節裏面話：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長行，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後面我就唔讀啦，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嗰個經文。喺古時，城牆若有破口，敵人就能夠攻入嚟。重修城牆代表咗恢復神嘅公義，恢復神嘅真理，恢復對三一神嘅敬拜，恢復屬神嘅秩序。今日神呼召我哋站喺破口之中，為我哋嘅國家，為屬神嘅教會，為屬神嘅子民代求。你願意嗎？當日神興起咗摩西，興起咗約書亞，興起咗撒母耳，興起咗大衛，興起咗尼希米。今日主耶穌要興起你，仲有你，透過你嘅代求，神嘅百姓悔改，回轉歸向神，神就開始恢復，神就開始醫治，神就開始復興。我哋從來唔係呢個時代嘅旁觀者，我哋係被呼召出嚟，站喺破口當中嘅守望者。嚟啦，讓我哋繼續為美國禱告，直到上帝將復興嘅火燒遍整個美國。